帶你睇下現代蜘蛛人即將嚟台灣參加高雄世運運動攀登項目嘅日本代表隊，3位頂尖高手正在加緊練習，專業嘅身手令人大開眼界。只靠2隻手，好似係蜘蛛人一樣喺扶手模型上邊快速移動。日本教練北山真居然着住西裝外套，唔好睇佢一派輕鬆，係要專業級嘅身手先至可以辦得到。當然要代表國家參加世運嘅，一定係1等1嘅高手。呢個女仔睇起上嚟好清秀，面對鏡頭笑嘻嘻。今年只有19歲嘅野口啟代，戰績相當輝煌。舊年世界盃係第1名，係日本女子運動攀登第1把交椅，塗上避免手滑嘅石灰粉。野口希望同台灣選手一齊加油，令到亞洲嘅運動攀登實力更上一層樓。的確，日本相當重視呢一批選手。喺我哋採訪嘅當日，日本富士電視台亦都正在出擊為野口製作特別節目。而同樣係19歲，來自早稻田大學嘅男子選手安間佐千，就係日本運動攀登界備受期待嘅新星。屆時日本將會派出3位選手嚟到台灣參加比賽，佢哋都認為台灣選手係對手，亦係夥伴，要彼此切磋，亦都要一齊加油。